点，袂出去啊。哎呦，歹势啦！哎，拜托呗，退去啦，你收落来啦。遮个衫吼，真正袂出去啊，唔值什么钱啦。哟，敢通？阿发啦，迄干先生吼，讲这2领鞋子要送你啦。咱无钱啊，这贵的衫咱买袂起啦。免买啦，要送你的啦。嘿啦，后了啊，臭人老番话。你送我钱哦。嘿啦，这款做的呢，这穿到到地方一定足爽的啦。爽呢？唔通啦，啊这尔贵的物件吼，我看吼，你也是摕等去卖啦，摕等去卖啦。哎，无啦，这普通物件啦，免客气啦。后子啊，对我足好诶。我已经除了哦，互伊拼拼，跟他王强咧。无影啦，别客气。伊即摆是咧讲啥？伊啊，无啦，伊讲这条裤吼要阿狗也穿啦。阿狗，来，即马就要穿，啊，毋是莫甲我偷带着哦。袂啦，那遐咧，啊，你裤阁无即色的对无？对啊，嗯。啊，嘿，穿好啊，毋着甲拢说多谢。多谢。什物多谢？免讲阿姐啊多谢。后姐靠腰啊！阿姐多谢。乖囡仔，乖囡仔。你看，看明明啊，你是食生意的哦。哈，就算你毋是食生意的，这鸭不甲囥落，人嘛是讲你是食生意的。你看，穿这个衫我有想阮嘞。啊，毋过吼，原来老实讲啊，这款原子衫吼，查某人袂用穿的，穿落红看出海了了。啊，你若是要穿哦，啊，毋是吼，再穿互你眼看就好啊。哎呦，你那就不输贵啦。你算较俗的啊？哇，看到这个人不止啊故意啊，咱交一个朋友。你若出18块吼，一领原子衫就好了。佮上2块尔。这个价钱就拄买着啊啦。有这衫，18块足俗的啦。我这吼，无袂过较俗的呢。有影？有影啦。好看。佫袂歹看哦。我来包一领啊。啊是啥物人规定的讲吼，煮糜都爱煮甲安尼暗彤彤啦。啊，这只暗哦，哪咧啉水咧啊？这哪会食哩啦？卖吵啦！等咱阿狗若领着钱吼，我才逐工煮白饭咧孝姑啦。咱阿狗啊，伫干下遐吼，啊大了会惯势袂？人惯死甲有春啦，欢喜甲咧。即马吼，佫会替阿干的做生意呢，佫会甲伊洗衫裤。哦，我甲你讲，干的小姨甲拢佫甲带去菜市啊食饭。饭呢，毋是咧暗通通的糜呢。啊，若无甲带去食饭吼，就食啥物鱿鱼羹啦、蚵仔面线啦。吼，咱阿狗啊，食甲一支喙安尼油细细、金细细哦。唉，这个世间吼是真古锥咧。我这做老爸吼，是破饭头好食，啊做囝逐顿是大鱼大肉。我咧想吼，咱阿狗一定前世人烧好香的啦。啊，若无哪有可能讲遮福气去当着干的迄款贵人，对无？人的อิ่若甲伊同齐食呢，佮甲伊同齐困呢，拜托，人困咧深床啦。啊，像咱迄点眠床安尼死死甩甩，敢若佮要落去的。人迄泥个网大吼，佮无破空，窗仔门佮大，困得偌凉偌爽的，你知哦？啊，你哪会知啊？干下眠床你困过哦？靠背啊！啊，你老爸讲以前我是免有机会甲伊困。